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一只像马啊遐尔啊大只，这种搭犬太강肉，真正会惊死人哦。中华一个乡亲载着太太去派上凉水，无小心骑过头，怎啊骑到一间工厂的外口来回转，想袂到这个工厂内底突然间冲出一只真大只的搭犬太강肉，因是话要惊死，安尼拼性命一直吹油来逃走。事后来回想，好你家在走有理。 若是无去互夹着，恐惊是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讲，这种西藏的搭犬有攻击性，主人若是无绑锁啊，嘛无帮伊来挂这个喙套，会当来罚款上悬15万。一个桥倒白人伫工厂外口蛇头后壁熊熊有一只藏獒撞狗跃出来，伊惊一条油门出来赶紧走。 从后照镜看到的时候，就已经离我很近了。骑倒摆人就是伊讲当时在因某做出外去送饮料，因为骑过头，才伫工厂外口蛇头，想要到工厂饲一只遮大只的撞狗，过会捉车，真正是惊一条。我目测应该40-50公斤有。如果我慢一拍的话，可能我后座我老婆他们就会被咬。 獒犬撞狗真大只，而且真歹。较早伫战争时，捌做过军犬，即嘛是农委会公告的危险狗种。依照动保法的规定，出入公共场所都要用锁牵条的，甲挂狗喙罨。违反规定的话，依动保法是处以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。若是狗主人无依照规定，有可能被开罚单。狗若夹着人，佫有可能互动物的防疫所掠去。被夹着伤人，嘛会使依照民法要求狗主人赔偿。